事实上，蔡英文当局在挟洋自重、紧抱美国大腿之际，岛内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批评当局的做法破坏两岸和平，并会将台湾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台军退役少将于北辰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就表示，蔡英文当局只懂得操弄政治，其做法违背民意，最终只会遭到岛内民众的抛弃。于北辰目前担任国民党桃园黄国元党部主委一职。于北辰曾公开表示自己是中国人，家住台湾。他认为两岸必将统一，9·2共识就是统一的前哨战。9·2共识可以让两岸中国人共存共荣，两岸只有加强往来，才能造福两岸人民。黄国元是黄复兴党部的分支，他的目标呢是要追求两岸统一。那您自己是不是认同两岸统一的理念呢？统一它不是一个口号。统一是所有中国人要过好日子，所有中国人要强起来，在世界上走起路来，人家都是非常的敬仰，非常的佩服，这是所有中国人要争取的。于北辰台陆军官校毕业，历练台军基层职务，少将退伍。其最为人津津乐道就是2013洪仲丘案后，542旅士气受到打击，担任旅长的于北辰迅速把该旅士气从谷底拉起后来以健康为由毅然退伍。吴敦义接国民党主席后，于北辰担任桃园黄复兴党部主委。于北辰一向公开批评民进党失败的经济政策，对于蔡当局的台独路线更是多有痛斥。当前美国频频打台湾牌，而蔡当局也借机挟洋自重，紧抱美国大腿。于北辰批评，在两岸关系陷入僵局的时候，蔡当局却预借美国来对抗大陆，简直是背叛民意，缘木求鱼。